博郊县领导对东彭康岛敦煌县古佛像发掘工作进行监督与工作指导。2024年3月18号，博郊县领导会同该省新闻文化和旅游厅在东彭康岛敦煌县古佛像发掘工作上进行监督与工作指导，场面汇聚了众多的僧侣、省领导、区域村机关、企业经营者、各方面相关部门以及前往参观和祭拜佛像的信徒群众，呈现出热烈与欢呼的场景。在当天上午，省领导听取了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并对该部门的有关工作进行商讨，以及对今后挖掘工作的分配进行规划与落实。根据有关数据，在每日的挖掘工作中，就18号当天，挖掘工作上就发现了25座青铜佛像坐姿雕像，高度不一，其中30厘米高的青铜佛像头像宝冠高达29厘米高。在此期间，负责挖掘工作人员还发现30多件古老文物作品，